我就知道魏忠贤会这么做。那你就安心的去吧。天祥，这3尺白绫，可就是你最后的归宿了。死算什么？我就可以见到父皇，见到若男了。哦，你还很镇定。我这是罪有应得，我知道你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动手吧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天下是我的天下，你们这些跳梁小丑，一个也跑不进。去吧。如果你敢动天蓬一根汗毛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东西已经出宫了啊！大哥，官兵大哥，您就行个方便吧。下不为例啊。画好了没有啊？快了，快了。不是长得这样吗？这是西方画法，你不懂。站住！臭天霸！把花还给我！给我！我不理你了。来，大爷吃这个啊！来，来喝。好喝。来，再喝一杯。站住！我大哥在吃饭呢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见过你。独眼龙，杀人，敢不敢？我每天在鬼市打拳，
跟杀人有什么区别？啊？就这些人，哼！你要是不服，可以上擂台跟我挑战一下。我现在就敢挑战你！好了，他的手和脚都是铁铸的。独眼龙，这里是1万两，我想让你帮我杀2个人。行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想告诉你，这其中还有一个是你的仇人，他们现在就住在京西客栈。京城第一恶少，你多风光啊！父王，佛说菩萨于法应无所往，不住于色。还没睡呢，天宝。只有那些凡夫俗子才会早睡，我才不会那么早睡呢。父王啊，睡吧。天宝，我把魏忠贤对付我的同时，也来对付你。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本来我该以死谢罪，但是我不能再负了萧氏姨娘。待我将孩子养大成人，再去和父皇若难相见。希望你能原谅二哥，希望今生还能再相见。朱天宝，没想到你的命值5000。独眼龙，难道你也给魏忠贤卖命吗？就算他不给我钱，我也要杀了你！你身上的铁臂铁脚，可都是我给你做的，你还要杀我？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是你给了我手和脚，但是我恨你，是你害得我被抓，是你让我的兄弟都这样惨死，你觉得我能放过你吗？啊！二哥，二哥！天宝！二哥，快放过我！走啊！天宝！二哥！这儿离京城守军驻地不远，快放信炮！好。朱天宝，我再让你活几天。二哥，二哥！大宝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二哥，二哥，我很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、快乐。
二哥，你不能死！二哥，二哥，你不能死！二哥！二哥，你终于解脱了，让一切的恩怨都随风而去吧。天下，虽然你我没有夫妻的名分，但在我心中，我已经是你的娘子，你也早已是我的夫君。如今你离我而去，我却不能随行。我会把他抚养成人的，我会告诉他，他的父亲文武全才，相貌出众，是王公贵族的偶像，是世家公子的楷模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头啊？这驿道旁应有兵丁护卫，怎么临到京城反而没了呢？按理说应该有两府的兵丁交割事宜，怎么走到这儿一个人都没有？罢手边！传令，后队紧随，前队加速！9000岁，听说信王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他如果进京，可是对我们大不利呀。9000岁，我们如何是好啊？禀9000岁，信王的人头在此。啊！哎呦，这打开。哎呦！
真的是信王，是信王，真是他。蠢货，蠢货！这不是信王啊，这是他的替身。你看，他脸颊上沾的胡须都掉下来了。小人知罪，小人知罪。来人呐！在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他。千岁饶命啊！千岁饶命！哎呀，千岁饶命啊！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是啊，这个刺杀不成，打草惊蛇呀！是啊，真信王在哪儿啊？是啊，哎呀，这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信王肯定明天动身，我一定要取他性命。喂，明天我和半仙叔就要出发去保护信王了。第一次能当英雄，你应该很高兴吧？我从小练武，可以一展所长，我当然高兴。可是，一想到魏忠贤要杀信王，一定会出动所有的高手。这趟去了，会是什么情况？能不能回来，我都不知道。张半仙和他的朋友们武功都很高强，我对你们有信心。你不用骗我了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不过，既然我要加入保护信王的行列，我就不怕死。我只是担心，除了担心姑姑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。谁？小蝶。你姑姑和小蝶，我都会照顾的，你不用担心，专心的打赢这场仗吧。姑姑有孟老哥照顾，我很放心。小蝶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就像你和若楠一样，若楠希望嫁给你，我一心想娶小蝶。可是，我和若楠，我们俩的愿望都没有达成，因为你爱小蝶，小蝶也爱你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只能祝福你们。不过，你要跟我保证，你会好好对待小蝶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小蝶的。很好，如果我回来发现小蝶过得并不快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万一我要是死了，发现你对不起小蝶，我做鬼也不会饶了你。金刚，我的哥们儿，这些你都不用担心，而且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你一定能平安回来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等一会儿，我去拿一样好东西给你。赵大人，信王，我来护送你回京了。你终于来了。回京的路好遥远，为了防止魏忠贤，为了大明江山，远一点又何妨？我们为了大明的江山，牺牲了太多的人，很快就会结束了。好，王爷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锦衣卫的前指挥使青龙。小人拜见信王。请请，请请。本王万万没有想到，锦衣卫的人竟然会站到这边来。由此可见，魏忠贤是多么不得人心。这位是金刚，剑星小公子朱天宝的好哥们儿。拜见信王，免礼。谢谢各位前来相助，我为了大明的百姓，感谢各位英雄。大家收拾好心情，随着赵大人出发。
保护亲王。不用担心，他们不是青龙的对手。下棋吧。青龙，我看见你，我就确定我要的人就在马车上。好大的胆子！冷月，你不怕车上的赵大人追究你们吗？都是死人，怎么追究呢？刘二龙，我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过往，但今天你的任务是杀了信王。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独眼龙，真的是你！不要忘记，你的命是谁救的？千万别认贼作父，被那个魏忠贤利用。魏忠贤能让我做锦衣卫统领，你们能给我什么？啊！大宝给了你手脚，你不好好做人，竟为虎作伥，帮着魏忠贤杀害忠良。随便你们怎么说，我现在是锦衣卫统领，人见人怕，我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刘二龙，马车里那个人就是信王，去把他的人头取下来。刘刚，你去保护信王，冷月我来对付。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宝特地为我制作的，是升级版，专门对付你的。那我就陪你玩一玩。走。信王受惊了，信王受惊了，请起，请起。多谢各位。这次也多亏了天宝兄弟料事如神。回京以后，立刻请他到王府来会面。请。走。我终于成为英雄了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
多亏天宝替我洗清太子案的嫌疑，救命之恩，简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一拜。信王，万万不可！您施如此大礼，真是折煞小人了。信王，不知你召见小人所为何事啊？我需要你一个态度。态度？一个对魏忠贤的态度。我父王之死，跟魏延有脱不开的干系。我与魏延一党不共戴天，势不两立。好，你可愿助我除掉魏延？除掉魏延，小人在所不辞。可有办法？魏延势大，党羽盘根错节，遍布天下。如果操之过急，很可能会适得其反，引起朝堂动荡。这可如何是好呢？我自有办法，只是要委屈信王一下了。如何？这个小的不敢胡言，快说，不许隐瞒。是，怕是时日不多了。快，把这个消息赶快告诉娘娘。是。9000岁，什么事啊？信王已在魏府等候。他带了多少人？只有一个随从。快去东城调10大高手，埋伏在魏府四周，听我命令，击杀信王。是，快去。是。给9000岁请安。哎呦，快请起，信王请起，信王请起，老夫可受不起呀。戴罪之躯刚刚回京，特来拜见9000岁。哎呦，信王，老夫怎么敢收信王的礼物啊？9000岁，这里面不是金银珠宝，也不是灵芝人参，而是小王对9000岁的诚意。诚意？这里面是小王妻子儿女的名册及住址，我将他们的性命托付于9000岁。信王，这老夫可真的承受不起啊。9000岁，小王年少无知，被贬为庶民后，我日思夜想，痛定思痛，我终于明白，大明江山可以没有我信王，但是不能没有9000岁您呐。如今蒙9000岁大恩，召小王回朝，小王必定尽心竭力为9000岁办事。瞧信王这话说的，老奴就是伺候皇上的，哪有什么事敢劳烦信王啊？信王请起。小王诚惶诚恐，
以后事事不敢自作主张，必先请示9000岁。信王啊，老夫备了些薄酒，为信王接风洗尘。谢9000岁。你就这样放了信王？哎呀，娘娘，他们明目张胆的前来，我又不能在仪神殿杀了他。再说，咱皇上性命现在危在旦夕，咱们还得尽快想办法呀。我已经命人给他送了延命丹了，恐怕维持不了数日的。哎，这娘娘您放心。乾清宫那边我派侍卫把守着呢，谁也不许进见皇上。你说，万一皇上他……娘娘，我倒有个办法，不如啊，咱们找一个待产的孕妇，把她藏在宫中，一旦皇上……我们就传出圣旨，称皇帝留了一父子，令其继承皇位。到时候，娘娘就可以统领后宫，垂帘听政了。垂帘听政。参见皇后。让开！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大胆！皇后娘娘在此，竟敢如此放肆！这是9000岁的命令。我这天高地厚的奴才！皇上，王后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皇上，我死后，密诏信王入宫，继承大统。我要让魏忠贤专权在这。皇上英明，皇上，柳叶在，速速出宫，通知信王，着侍卫服，秘密入宫。帝王之治天下，常以敬天法祖为首务。敬天法祖实在柔远能尔，休养苍生，共四海之力为力，以天下之心为心，保邦于未危，治治于未乱，夙夜孜孜，妩媚不皇，为久远之国计。恕乎尽之。朕知皇帝信王朱由检，人品贵重，身消正宫，必能克成大统。我继朕登基，即皇帝位。皇兄，群臣跪拜。
刑部的李全忠、户部的赵德胜怎么都没来啊？回9千岁，他们都去乾清宫了。啊！真是墙头草，没用的东西！我要让你们看看，谁是紫禁城的主人！哼！去，叫乾清宫的小敏子来，她不是负责乾清宫的膳食吗？让她在皇上的饭菜里加点料，还不快去！这是。启禀皇上，朱天宝求见。天宝，参见皇上。天宝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爱卿请起，你有何急事？天宝急在这顿饭上。来，爱卿可与朕共享用。皇上不可。虽然天宝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但恐菜中有毒，皇上不可有妨。这可恶的魏贼，可是朕饥饿难耐，如何是好啊？皇上，请皇上以此充饥。爱卿，朕在宫中如坐针毡，时时刻刻都觉得魏忠贤的眼睛盯着朕的后背，朕不知何时才能安心入睡。皇上确实要适时休息。朱天宝听风，朕命你继承电信王爵位，接管锦衣卫，负责大内安全，伺机打垮魏忠贤。微臣遵旨。不过，微臣有一事相求，还望皇上应允微臣。请讲。一旦魏燕一党被翼王打尽，微臣将要放弃王位，重新回到定州。这如何使得？朕的江山，爱卿功劳极大，朕愿意与你分享，岂可卸甲？官场上的荣华富贵，本来就不是微臣所想所求，恳请皇上允许。好，先除掉魏延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恭喜王爷继承爵位。这是之前查封王府的一些用品，现在也一一归还。王爷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让下人知会一声，奴才告退了。哇，你看这里，哎呦，这里就是王爷住的地方啊！大宝啊，不，王爷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住几天啊？师傅，这里有什么好的呀？这么多间房子，如果住在这儿，晚上会迷路的。我家就是你们的家。王府里有的是好酒好茶，老爹、张满仙，你们能喝个够。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住处。哎，哪还有更好的地方啊？我估计王母娘娘住的地方也不如这儿好。我已经请皇上准许，除掉魏延之后，我将放弃一切荣华富贵，离开京城，跟大家去定州。真可惜啊！哎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能住几天住几天了。金刚，把我的包裹拿到我的房间去。哎，好，我住你旁边这间啊。看这柱子多粗啊！哇！这个。
大宝，你真的会离开吗？我早已经厌倦了这种不断争斗的生活。等京城的事情结束了，我们就回到定州，过那种男耕女织的日子，然后生一大堆孩子，每天看他们吵着要吃的。不过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，为了除掉魏延，我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。我早已经厌倦了这种不断争斗的生活。等京城的事情结束了，我们就回到定州，过那种男耕女织的日子，然后生一大堆孩子，每天看他们吵着要吃的。不过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，为了除掉魏延，我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。这里没事了，都退下候着吧。遵旨。迷魂香点上了吗？已经点上了，我还多点了一支，保证他从此神志不清。好，哼，这香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此。是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这烟怎么往外飘啊？来人，老奴在。起驾前清宫。遵旨。爱卿，你不必随侍了，退下吧。是。皇上，您要早些歇息，注意身体呀。这难道又是朱天宝做的吗？事已至此，诸位还有什么良策呀？九千岁不能不反呐！9千岁，万万不可呀！如今京城的形势对我等十分不利，朝堂之上，东林党人肆无忌惮，重新占据了户部和刑部的要职，而京城守军原本就是朱由检的党羽。锦衣卫又控制在朱天宝的手中，我等贸然行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安徽巡抚乃9千岁的嫡亲，其麾下有精兵数万，可以起事。哎，不可不可！数万精兵一旦打起仗来，也是以卵击石。更何况我们当中并无将帅可以统帅三军。9千岁。如今皇上的态度尚不明朗，不如先行试探，找个全身而退的办法。如能全身而退，那当然是万幸。可怎么试探呢？向皇上请辞。陛下，按照祖制，人皇登基，前朝后宫应适当安置。奉圣夫人客使，不可在后宫居住，应尽快迁出去。准奏。是。魏爱卿，老奴在。意下如何呀？皇上体恤，仁爱圣明。老奴也有一个不情之请，爱卿但说无妨。老奴老了，恳请皇上准许，老奴告老还乡。爱卿出宫有何打算？老奴一生为皇上奔波，恳请皇上恩准，老奴前往安徽凤阳。拜祭守候皇家祖陵。
爱卿如此心思，令朕感动啊！来，赏银1000两，准魏忠贤前往凤阳，拜守祖陵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圣谕，遣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即日启程，前往凤阳拜守祖陵。启禀陛下，杨连杨大人被魏忠贤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，冤死狱中。恳请皇上为杨大人洗清冤情。杨大人忧国忧民，他的死，朕万分悲痛。追赐杨连正一品，昭告天下，恢复其名誉。皇上，阉党余孽人数甚众，微臣已整理成名册在此，请圣上过目。建兴王，你有何办法处置阉党余孽？还请圣上将名册借小王一用。哎呀，这名册只此一份，你怎可销毁呢？阉党党首恶贯满盈之徒，自会受到惩罚。但是有些大臣实乃身不由己，小王劝其弃暗投明，为当今圣上多多效劳。以往过失可不予追究，并请皇上大赦天下。诏狱中被冤枉之囚徒甚众，还请皇上交由刑部重审。准奏。天宝所作，正是朕的意思。汝等从此应尽心竭力，为朝廷办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皇上，魏忠贤虽然被罢黜出京，重判亲离，但他谋害忠良、祸乱后宫之罪，天理难容啊！微臣恳请皇上明察。可有证据？原锦衣卫指挥使侯国兴已经招供，原建兴王朱天祥也将魏忠贤的罪行记录在案，临死前交予微臣。罪证在此，请皇上过目。哼！免除魏忠贤司礼监一切职务。朱天宝，朕命你立刻带锦衣卫将其捉拿归案。他若负隅顽抗，可就地正法。臣朱天宝遵旨。到什么地方了？督主，还有100里就要到达安徽了，赶快赶路，到了安徽境内才算安全。去看看什么人在吟唱。是，大宝，去。
魏忠贤，皇上命我拿你归案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好啊，周天宝，你欺人太甚！好，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！来人呐，冷月上，给我一个也别留！上！冷月，冷月！保护王爷！不要！冷月，快杀了他！都杀了！快了点！保护王爷！王爷小心！乔王爷，大宝，快，乔王爷，大宝，醒醒，醒醒啊！乔王爷，乔王爷，醒醒啊！乔王爷。醒了。大宝，哎呦，大宝，哎呦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啊！天宝王爷，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还说呢，脉象正常，怎么人就不醒呢？哎呀，你放心，不碍事，不碍事的。哎，没事。你是女太医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天祥他人呢？不热呀，这孩子怎么了？啊？大宝，你怎么了？你难道忘记天祥他已经死了有些日子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他死了？我昨天还跟他和若楠一起在院子里吃年糕呢，他怎么可能死了呢？大宝，王爷，你昨天头部受了重创，为了验证你是否痊愈，我要问你几个问题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朱天宝。你父亲是谁？当今的建兴王。哎，对了，父亲他没有发现我出去玩吧？京城有几家赌场？27家。几家妓院？有名气的15家，其余的都是些小本经营，不值一提。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是否认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？
你们是谁啊？我怎么一个都没见过？大宝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不记得我们了吗？糟了！唉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他又失忆了？哎呀，看样子他上次的失忆病还没好利索，这次又摔倒了，可能更严重了。啊，不会大宝得了荣华富贵以后，就要把我们扫地出门了吧？大宝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师傅，这和上次的失忆不一样。上一次他完全不记得京城的事儿，可这一次他记得京城的事儿，那就是说这一次他没有上一次严重。怎么办啊？你们说谁失忆了？你们几个都是府上新来的家丁吧？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干活！到，建兴王朱天宝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建兴王朱天宝为保我大明江山，此次诛杀阉党魏忠贤实属头功，特赐黄金100两，白银1000两，绸布10匹，钦此。那个人要死了，还是我杀的？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王爷接旨吧。哦。王爷，皇上说了，这次您受伤一定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，特许你半月之内不用上朝，但半月之后要第一时间进宫面圣。多谢公公了。只是啊，我有一事不明。哦，王爷有话不妨直接问奴才，奴才一定知无不言。我呢，还是第一次以建兴王的身份接旨，请公公千万别告诉我爹呀，不然他一定会生气的。姑娘们，这位呀，可是大名鼎鼎的宝王爷。当年呐，他在我们这里获得京城4大恶少之首的时候，你们还没出道呢啊！那个风光呀，别提多带劲儿了。哎，等等，京城4大恶少，我还得过这名号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啊？最近我想不起来的事儿可真多呀。你说我父王，还有我二哥若南、杨莲大人，他们全去江南巡查了，走之前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啊！不是，这是谁告诉您的？有一个姓孟的老头，还有他闺女叫小蝶，什么的。哎呀，都是我们家新来的下人。哎，算了，他们都不在才好呢。自己一个人多快活呀！您慢慢享用啊，我就先退下了，帮我照顾好啊，照顾好。来，美人。他这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？那些人不都已经死了吗？哎呀，我不管他说的是人话鬼话，只要有钱收就行了。哼，我呀才不在乎他说什么呢。干！你怎么一直打喷嚏啊？豹王爷，不瞒您说，我自小啊见到那山茶花就会喷嚏不止，让王爷见笑了。哎，送你的。你忘了我对花粉过敏吗？啊？你拿远一点。这些山茶花已经被我除去了花粉，做成了标本。你看，这束花已经被我快速风干了，颜色还保留着原样，花粉却已经全部消除了，而且可以摆放很长时间。这样你既可以看到漂亮的花朵，也不会被花粉困扰了。哎，真的哎，豹王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也碰见过一个女孩，
一看到山茶花就打喷嚏。可我实在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。看样子宝王爷还真是多情啊。那你可不能忘了奴家啊！来喝酒。已经好几天没看见小王爷了，看样子他是把我们给忘了。现在想和他说句话都没有机会插嘴啊！我看这小子他就是个白眼狼。金刚说的对呀，他是故意的。小蝶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回定州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魏燕都除了，又发生这种事，这个大宝不会失忆上瘾了吧？王爷，宫里已经派人来过好几次了，皇上让您入宫一趟呢。没看到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吗？让他等着，我已经好几天都没睡觉了。再说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不过就是做几件破家具而已。我要睡觉了，别烦我。哎，等等，那个孟姑娘呢？我怎么今天没看见她呀？啊，您说小蝶姑娘啊，他们在这儿等您好几天了，说是不再打扰，都回客栈去了。听说过几天他们就要离开京城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病啥时候能好。哼。大宝，大宝，你醒三娘啊，回定州以后好好照顾自己，我就不能送你们回去了，我还得在这里照顾小王爷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放心不下。小蝶，我答应过要治好你的过敏症，可是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我只能做出这件东西，你只要把它戴在脸上，就可以过滤掉大部分的花粉。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我把它放在门口。小蝶，你怎么了？爹，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这一切都不是大宝的错，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就算大宝他忘记了我，可我却不能忘记他。我要回到他身边去，哪怕只是做一个佣人，做一个丫鬟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他，直到他想起我为止。爹，我想去找大宝。你这样子有意义吗？他们经历过这么多事了，如果现在让小蝶放弃，小蝶如何会死心？还是让她去吧。金刚，小蝶，
大宝，我不叫大宝。你在京城是花花大少朱天宝，可是你在定州就是大宝。小蝶姑娘，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？在定州。你跟我来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走。哎，你怎么带我来这里啊？小王爷，小王爷，啊，今天怎么带个姑娘过来呀？哦，哎，这不是送药的那个姑娘吗？啊，你竟然认识她？对呀，孟姑娘，你是送药的。你跟我来。啊？哎呦，姑娘带着王爷逛窑子，还真是头一回呀！哎呀，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了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你为了躲避若男的纠缠，我们就在这里第一次见面，在这里看见了我，看见了你，然后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脸怎么红了？你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呢？我们在这里发生过什么吗？也没什么特别之处。没什么特别之处。那我还是想不起来。我真的在定州住过一段时间，还给你家做了抽水马桶，还打赢了那么多官司。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大宝，你的脑袋到底怎么了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我烟雨城外，谁等待，谁离开？多少思念化作尘埃。岁月如梭，人不在，心犹在，用一生感慨。回想当初你说过的对白，一字一句浮现脑海。冬去春来，等花开，等你来，等你用一生去爱。我望中的仙女终于出现了。穿越千年的守候，天宝，你干什么呢？只为与你到白头。你干什么呢？心中醉过知酒浓，只愿今生再重逢。越千年的伤痛，几度轮回几时空？不怕相思痛，只怕能相逢。此生有你就足够。手过来了，过来了！你怎么能赶走？赶走啊！赶走！曾经沧海放不开，回不来，破碎的心如何重来？一生缘分剪不断，离不开。你说好为我等待，穿越千年的守候，千年只为与你到白头。与你到白头。我来了，你还好吗？只愿今生再重逢。越
你在这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们正在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假如有一天你真的被斩了，我一定也不独活。想有你就足够。大宝，你想起来了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小蝶，我一切都想起来了。我爱你。若楠，你安心的离开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大宝，珍惜他，关心他。我会替你完成所有没有实现的愿望。天翔哥哥，请你在天上可以好好的照顾若楠。若楠要是看到你哭，她一定会不开心的。我知道。二哥，魏忠贤已死，你安息吧。若楠，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你最喜欢的娃娃。从小这个娃娃就陪着你长大。你走到哪儿，就把它带到哪儿，从不离手。我知道，它对你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。你在那边一定很需要它。现在我把它带给你，让它继续陪你。这样你就不会寂寞了。我之间匆匆一别，花花一别，情隔两三年。日出不见，日暮不见，谁知思念线。小蝶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大宝，我仿佛看见若楠在天上抱着娃娃对我们笑。若楠，看到你笑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天翔哥哥，若楠，小蝶最希望的是你们能在那边幸福快乐。倘若一人有千，旧人也不见。什么？
你就要一个9品官位。天宝啊，朕刚刚即位不久，朝中需要你这样的能臣来辅佐朕。陛下，臣当闲云野鹤已经当惯了，如果在朝中待久了，臣怕给皇上添许多麻烦。况且臣经历了这一番变迁，已经懂得了平淡的珍贵。臣实在是志不在此，希望陛下能准许微臣回到定州，做一个宋师。虽然臣身处江湖之中，但是臣也会心系朝堂，逢年过节还会给皇上您寄些礼物。一个9品宋师，臣心满意足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朕也不好强留你。那么在朕答应你之前，你也要答应朕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当然是让朕帮你主婚了。哎呀，我太开心了！我女儿结婚了。太开心了！呀，我的女儿这么像我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这是……喂，儿子怎么跑了？小蝶，天宝，这怎么拜完堂就跑？小蝶，快追呀！小蝶，小蝶，你看。小蝶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曾经答应过你，我要生生世世的跟你在一起。我们现在就回定州，永远都不分开，好吗？烟雨城外，谁的难，谁离开？多少思念化作尘埃。岁月如梭，不在，心犹在。等我们，小蝶，大宝在这儿呢！小蝶，大宝，小蝶，大宝，来，小蝶，大宝，别，小蝶，别跑了！小蝶，要干什么去啊？等等我们呢！等等我们呢！再见，我和大宝先回定州啦。大宝，再见。心中醉过之前，只愿今生再重逢。遇千年的伤痛，几度轮回几时空？不怕相思痛，只怕能相逢。此生有你就足够。不怕相思痛，只怕难相逢。今生有你就足够。
这宋师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？大宝，快跟上！慢了，娘，我在这儿呢，爹和小宝还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呢。好的，我们走。啊！走走走。对不起，大人。哎呀，孩子要喝奶撒尿，本宋师只能迟到一会儿，实在对不起啊。那咱们开始吧。开始。本宋师认为被告张老汉他是冤枉的，而且本宋师觉得我们这大明王朝的基层司法程序要改，应该以公平二字为宗旨。毕竟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说对吧，大人？